最近真侪人感冒鼻仔袂通，无爽快，所以真侪人会家己去买洗鼻仔来洗哦。医师是提醒讲，水若冲了上过紧、上大港，颠倒有可能会去伤到鼻仔、流血会感染。小师嘛强调讲哦，洗鼻仔算是医疗器材，就爱看敢有医疗器材的许可证会较安全。最近国内类流感疫情清悬，根据疾管署统计，春节期间全台门诊诊就医有16.2万外人次，是近10年流感贵升悬。常常看到的症状有发烧、脑痛、鼻仔塌脱，有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也会自费买洗鼻器来缓减症状。不过医师提醒，若使用不适当，比如水流伤过急或者是伤过猛，拢可能造成鼻腔流血或者是中耳感染，拢要马上停止使用。你假如觉得耳朵闷痛啊，或是有鼻子出血很大量的情形，你都应该要停止使用。那其他假如你越洗越不舒服，鼻子闷塞闷胀哈，也应该要停止使用。医师表示，洗鼻器主要功能是照水流灌注，清洁鼻腔内底电病源，对于缓解鼻道炎、过敏性鼻炎这症状有帮助。不过，爱使用专用的洗鼻盐或者是生理盐水，水温差不多30到35度，建议每日使用1到2摆就会使，唔免过度来使用。小数个提醒民众买洗鼻器的时阵，一定要看过阿爸是不是有医疗器材许可字号。选购的话，选购有医疗器材许可证字号的产品，才能保障使用的安全。医师强调，正确使用洗鼻器袂伤害鼻腔，不过千万唔通用自来水，反倒会增加鼻腔感染的风险。另外，也免用低水，莫也用的生理盐水。若是使用了后，鼻腔一直无舒适，建议也是要看医生来检查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